过来是台东的鹿野有一区番麦田，去互秋行军虫入侵，马上就甲这区田甲撸掉。周边200公尺以内的农田嘛总喷药来防治。另外，宜兰大东乡的番麦笋田嘛确定有秋行军虫，加上这个嘉义甲苗栗，全台湾已经有4个农业县爆发到秋行军虫的危机。进入台东鹿野这片番麦田，四界拢会使发现，这个番麦叶啊顶面拢有蛀空、果虫密伫内底。容易发现了后，敢若是这个秋行军虫，赶紧通报当地农改场。我一般正常咧操作的时阵，我嘛唔知影讲端午节以后会凶就安尼啊。这个是一种意外啊。真正唔敢大意，赶紧由封锁线，伫送验后确定讲是秋行军虫侵入，刷来就会将这个番麦田拢总毁掉。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作物做收割，然后做销毁。那也必要的话，把它做掩埋。这就是秋行军虫，详细看，这个虫的头壳顶有黄色倒斜仔形，较忝的顶面拢有4个斑点，包括番麦、水稻、甲芥仔科等等的农作物，拢有可能被侵入。不过受害唔那伫台东鹿野尔，也有宜兰。这个都是他啃食的。伫宜兰头城发现有秋行军虫了后，伫台东乡嘛有，政府接到真济通报，所来就等专家来确认，以免伤害搁扩大。